生命世界中嘅所有物質，無論係人體、動植物、細菌，甚至病毒中嘅化學成分，都係由原子組成嘅。原子係構成物質嘅最基本單位，由位於中心嘅原子核同圍繞原子核運動嘅電子所組成。原子核內包含咗帶正電嘅質子同不帶電嘅中子。唔同種類嘅原子組成咗唔同嘅元素，例如氫、氧、碳同氮等等。呢啲元素透過化學作用彼此結合，形成咗更複雜嘅結構，稱為分子。例如兩個氫原子同一個氧原子結合就會形成咗水分子。另外，一個碳原子同兩個氧原子結合就會變成咗二氧化碳。喺生命科學中，分子係生命活動嘅直接參與者。例如水分子用嚟維持細胞運作，氧氣用嚟做呼吸作用，而葡萄糖就係細胞產生能量嘅重要來源。人體內嘅蛋白質、脂肪、DNA 同 RNA 等大型生物分子，都係由大量原子按照特定嘅方式去組合而成。生命嘅複雜性其實源於呢啲睇嚟好微小嘅原子同分子。透過不同嘅排列同結合方式，原子可以形成數以百萬計唔同種類嘅化合物，進而變成咗細胞、組織、器官同完整嘅生物體。所以，了解原子同分子嘅基本概念，係學習生命科學嘅重要起點。簡單嚟講，原子係生命嘅基本建築材料，而分子就係生命活動嘅執行單位。冇咗原子，就冇分子出現；冇咗分子，就冇咗生命嘅誕生。呢啲正正就係生命化學基礎研究嘅核心所在，亦都係學習生命元素、化學鍵同埋各類生物分子嘅基礎。生命雖然係形態多樣，但係構成所有生物體嘅主要元素其實只係得幾種。其中最重要嘅係6種元素，即係碳 carbon C、氫 hydrogen H、氧 oxygen O、氮 nitrogen N、磷 phosphorus P 同埋硫 sulfur S， 即係縮寫是 HONPS。呢6種元素約佔人體總重量嘅99%以上，係生命活動之中不可或缺嘅基礎材料。其中碳被稱為生命元素嘅核心。由於碳原子能同時間同多個原子形成穩定嘅化學鍵，因此可以構成各種複雜嘅有機分子，例如葡萄糖、脂肪、蛋白質同埋 DNA。冇咗碳，就冇辦法形成生命所需嘅有機化合物。至於氫同氧，就係構成水分子嘅主要元素。人體大約有60%到70%係由水組成，而水係細胞內各種化學反應嘅重要媒介。因此，氧氣亦都係細胞呼吸作用嘅重要原料，幫助生物產生能量。而氮係蛋白質同核酸嘅重要組成部分。蛋白質由氨基酸組成，而氨基酸必須含有氮元素。DNA 同 RNA 中嘅含氮鹼基同樣需要氮元素參與，因此氮同生長、修復同埋遺傳有密切關係。磷主要存響於 DNA、RNA 同埋 ATP， 即係三磷酸腺苷之中。三磷酸腺苷係細胞嘅能量貨幣，負責儲存同埋傳遞能量，所以磷響生命活動中扮演咗重要角色。除此之外，骨骼同牙齒中亦都含有大量嘅磷化合物。硫雖然含量較少，但係對某一啲蛋白質結構十分重要。硫原子能夠形成特殊嘅二硫鍵，幫助蛋白質維持正確嘅三維結構同功能。總括嚟講，呢6大生命元素透過咗唔同組合形成各種生物分子，進而構成咗細胞同生命體。佢哋就好似建築物嘅鋼筋、水泥同磚頭，共同支撐住所有嘅生命活動，係生命化學基礎中最重要嘅核心概念之一。各種分子之所以能夠形成並維持穩定結構，主要係依靠唔同類型嘅化學鍵，即係 chemical bonds， 將原子連接喺一齊。化學鍵唔單止決定咗分子嘅形狀，亦都同時影響咗佢嘅性質同生物功能。因此，了解化學鍵係認識生命化學嘅重要基礎。最常見嘅化學鍵我哋叫做共價鍵，即係 covalent bond。當兩個原子共享電子嘅時候，就會形成共價鍵。例如水分子中嘅氫原子同氧原子之間，又或者好似葡萄糖同 DNA 中嘅大部分原子連結，都屬於共價鍵。
共價鍵十分穩定，所以能夠構成生物體內複雜而持久嘅大分子結構。另一種重要嘅化學鍵係離子鍵，即係 ionic bond。當一個原子失去咗電子，而另一個原子獲得電子時，就會形成咗帶正電同帶負電嘅離子，兩者因正電吸引而結合。例如食鹽中嘅鈉離子同氯離子就係典型例子。離子鍵響體液平衡同神經傳導中亦都有住重要嘅作用。此外，生命科學中特別重要嘅係氫鍵 hydrogen bond。氫鍵雖然比共價鍵同離子鍵弱，但係數量眾多時亦都可以產生強大嘅穩定效果。例如 DNA 雙螺旋結構中嘅兩條核酸鏈，就係透過大量氫鍵連接埋喺一齊。水分子之間亦存在住氫鍵，令到水具有高比熱、高凝聚力同埋好嘅溶解能力。化學鍵嘅唔同組合會形成唔同嘅分子結構。例如蛋白質會摺疊成特定嘅三維形狀 ，DNA 形成雙螺旋結構，而脂質就可以排列成細胞膜嘅雙層結構。呢啲特殊形狀會直接影響分子嘅功能。例如酵素必須具有特定形狀先至可以同目標物質結合。整體嚟講，化學鍵就好似建築物中嘅鋼筋同接駁點，負責將原子組合成為各種生命分子。正因為有共價鍵、離子鍵同氫鍵嘅共同作用，生命體先至可以形成複雜而且精密嘅結構，維持正常嘅生命活動。水係地球上最重要嘅生命物質之一。人體大約有60%到70%由水組成，而細胞內大部分嘅化學反應都必須喺水嘅環境中進行。所以，科學家常講，冇咗水就冇咗生命。水分子由兩個氫原子同一個氧原子組成。由於氧原子吸引電子嘅能力較強，令到水分子具有極性，一端帶微弱負電，另一端帶微弱正電。正因為咁，水能夠溶解好多物質，因此被稱為萬能溶劑。人體血液中嘅養分、氧氣同廢物，都係依靠水作為運輸媒介。水同樣具有高比熱嘅特性，表示水吸收或者釋放大量熱能嘅時候，溫度變化仍然較少。呢種特性有助維持人體體溫穩定，亦能夠減少地球環境溫度嘅劇烈波動。例如海洋可以吸收大量嘅熱能，幫助調節全球氣候。另一項重要嘅特性係凝聚力。由於水分子之間存在咗氫鍵，佢哋能夠彼此吸引並且形成連續嘅水柱。植物正係利用呢個特性，將根部吸收嘅水分沿住導管運送到樹幹同樹葉，即使高大嘅樹木都能夠完成輸水作用。此外，水仲具有特殊嘅密度異常現象。大多數物質響凝固後密度會增加，但係水響結冰之後密度反而會降低，因此冰可以浮響水面上。呢層冰面就好似天然嘅保溫層，保護湖泊同河流裡面嘅生物響寒冷嘅冬季仍然能生存。響細胞層面，水參與咗好多重要嘅生化反應，例如消化作用中嘅水解反應，同埋光合作用同細胞呼吸作用等等。可以話，生命體內幾乎所有重要嘅活動都離唔開水。水唔單止係生命體最主要嘅成分，更加憑住佢嘅極性、高比熱、凝聚力同密度異常等等嘅獨特性質，維持生物正常運作同地球生態平衡。水係生命存在同延續不可或缺嘅基礎，亦都係生命科學中最重要嘅化學物質之一。科學裏面，酸同鹼係影響生物體正常運作嘅重要化學物質。酸係能夠釋放氫離子嘅物質，而鹼就可以接受氫離子或者釋放氫氧根離子。為咗表示溶液嘅酸鹼程度，科學家使用酸鹼度，即 pH 值，作為測量標準。酸鹼度嘅範圍一般由0至14。當酸鹼度等於7嘅時候，表示溶液呈現中性，例如純水。當酸鹼度低於7嘅時候，表示溶液呈現酸性，而且數值越少，酸性就會越強。當酸鹼度高於7時，表示溶液呈現鹼性，數值越大，鹼性越強。日常生活中有好多常見嘅酸鹼例子，例如檸檬汁同胃酸嘅酸鹼度大約係2，屬於強酸性；純水嘅酸鹼度係7，番鹼水嘅酸鹼度大約係10，屬於鹼性物質。透過呢啲例子，我哋可以了解到酸鹼物質廣泛存在響生活同自然環境之中。對生物體而言，
維持適當嘅酸鹼度好重要。人體血液嘅正常酸鹼度大約係 7.35 至 7.45， 屬於微鹼性範圍。即使出現輕微變化，都可能影響酵素活性、細胞功能同代謝反應。人體透過肺臟同腎臟嘅調節，同埋血液中嘅緩衝系統，持續維持酸鹼平衡。響消化系統中，唔同器官亦都需要唔同嘅酸鹼環境。例如胃液屬於強酸性，有助殺死病菌同分解食物，而小腸環境就偏鹼性，有利於消化酵素發揮作用。呢啲精密嘅調節機制確保身體可以正常運作。此外，植物生長亦都受到土壤嘅酸鹼度影響。過酸或者過鹼嘅土壤都可能影響養分吸收，進而影響埋植物健康。所以農業生產經常需要監測同調整土壤嘅酸鹼度。酸鹼度係衡量酸鹼程度嘅重要指標，而適當嘅酸鹼平衡對生物生存至關重要。無論係人體健康、植物生長定係生態系統運作，都同酸鹼環境息息相關。因此，了解酸鹼同酸鹼度係學習生命化學嘅重要基礎。體之所以能夠生長、繁殖同維持各種生命活動，主要係依賴一種稱為有機分子嘅化學物質。有機分子係用碳為核心所組成嘅化合物，通常仲包含咗氫、氧、氮、磷同硫等等嘅元素。由於碳原子能夠形成穩定同埋多樣化嘅化學鍵，因此能夠組成結構複雜、功能多樣嘅生命分子。生命科學中最重要嘅有機分子可分為4大類：碳水化合物、脂質、蛋白質同核酸。碳水化合物係生物體最主要嘅能量來源，例如葡萄糖、澱粉同纖維素都係屬於碳水化合物。人體會將碳水化合物分解成葡萄糖，供細胞進行呼吸作用，從而產生能量。脂質包括咗脂肪、油類、磷脂同膽固醇等等。脂質除咗可以大量儲存能量之外，仲係細胞膜嘅重要組成部分，同時亦參與咗體溫調節同器官保護。蛋白質係生命活動中最重要嘅功能分子之一。人體肌肉、酵素、抗體同好多荷爾蒙都係由蛋白質構成。蛋白質由氨基酸組成，負責催化反應、運輸物質、防禦病原體同維持身體結構。核酸包含咗 DNA 同 RNA， 係遺傳資訊嘅儲存同傳遞媒介。DNA 保存咗生物嘅遺傳密碼，而 RNA 就參與咗蛋白質嘅製造過程，係生命延續嘅重要基礎。呢4類有機分子雖然功能唔同，但係就彼此緊密合作。例如 DNA 中嘅基因控制蛋白質製造，蛋白質參與代謝作用，而代謝所需嘅能量就來自碳水化合物同脂質。正因為咁，佢哋共同構成咗生命運作嘅核心系統。有機分子係生命嘅化學基礎，從細胞結構、能量供應到遺傳資訊傳遞，都離唔開呢4大有機分子嘅參與。理解佢哋嘅結構同功能，係深入學習生命科學嘅重要起點，亦都係認識生命奧秘嘅關鍵一步。碳水化合物 （carbohydrates） 係生命體最重要嘅有機分子之一，亦都係大部分生物嘅主要能量來源。碳水化合物主要係由碳、氫同氧3種元素組成，其中氫同氧嘅比例通常接近水嘅比例，因此被稱為碳水化合物。根據分子結構嘅複雜程度，碳水化合物可以分為3大類。第一類係單糖，例如葡萄糖、果糖同半乳糖，係最簡單嘅糖類，亦都係細胞最直接利用嘅能量來源。第二類係雙糖，由2個單糖結合而成，例如蔗糖、乳糖同麥芽糖。第三類係多糖，由大量單糖連接而成，例如澱粉、肝糖同纖維素。碳水化合物最重要嘅功能係提供能量。人體進食米飯、麵包、馬鈴薯等等含澱粉嘅食物後，消化系統會將佢哋分解為葡萄糖。葡萄糖進入細胞後，透過細胞呼吸作用產生3磷酸腺苷，供應人體各種活動所需嘅能量。一般嚟講，每克碳水化合物可提供大約4000個卡路里嘅能量。除咗提供能量之外，碳水化合物亦都具有儲存能量嘅功能。植物會將多餘嘅葡萄糖轉化成為澱粉儲存響種子或者根部，動物就會將葡萄糖轉化成為肝糖，儲存響肝臟同埋肌肉之中，以被需要嘅時候使用。
除此之外，部分碳水化合物仲具有結構支撐嘅功能，例如植物細胞壁中嘅纖維素，能夠提供植物強度同支撐。昆蟲同甲殼類動物外骨骼中嘅幾丁質，亦都係一種特殊嘅多糖。總括嚟講，碳水化合物不單止係生命活動嘅重要燃料，亦都係能量儲存同生物結構的嘅重要組成部分。由我哋每日攝取嘅食物，到植物嘅生長同動物嘅活動，都離唔開碳水化合物嘅參與，所以佢被視為生命系統中最基本兼且最重要嘅能源物質之一。總不易溶響水，但係容易溶響有機溶劑嘅有機分子。脂質主要由碳、氫同氧組成，雖然唔似碳水化合物咁可以迅速提供能量，但係佢係生物體重要嘅能量儲存物質同結構材料。脂質主要可以分為4大類。第一類係脂肪同油脂，由甘油同脂肪酸組成，係人體最主要嘅長期能量儲存形式。當身體攝取嘅能量超過需求嘅時候，多餘嘅能量就會轉化咗脂肪，並儲存響脂肪組織中。每克脂肪可以提供大約9000個卡路里能量，係碳水化合物嘅2倍以上。第二類係磷脂。磷脂係細胞膜嘅重要組成部分，佢特殊結構包含咗親水端同疏水端，佢可以自動排列形成雙層膜，包圍細胞並且控制物質進出。無咗磷脂，就冇辦法形成完整嘅細胞結構。第三類係膽固醇。雖然膽固醇經常被人誤解為有害物質，但係佢其實係人體細胞膜嘅重要成分，亦都係製造維生素 D、膽汁同埋某一啲荷爾蒙嘅重要原料。但係過量膽固醇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嘅風險，所以需要維持適當嘅水平。第四類係類固醇，例如異固酮、雌激素同皮質醇等等嘅荷爾蒙。呢啲物質負責調節生長、代謝、生殖同埋免疫功能，對人體健康十分重要。除咗提供能量同構成細胞膜之外，脂質仲有保護器官、維持體溫同協助脂溶性維生素吸收等等功能。例如皮下脂肪能夠減少熱量散失，而脂質亦有助於吸收維生素 A、D、E 同硒。脂質唔單止係人體儲存能量嘅倉庫，更加係細胞結構、荷爾蒙製造同埋生理調節嘅重要基礎。適量攝取健康脂肪對維持身體正常運作十分重要，但過量攝取高脂肪食物就可能會增加肥胖同心血管疾病風險。因此均衡飲食係維護健康嘅關鍵。蛋白質係生命體中最重要而且功能最廣泛嘅有機分子之一。人體嘅肌肉、皮膚、頭髮、酵素、抗體同埋好多嘅荷爾蒙都係由蛋白質構成。蛋白質主要由碳、氫、氧和氮組成，部分蛋白質仲含有硫元素。蛋白質嘅基本單位係氨基酸。人體常見蛋白質由20種唔同嘅氨基酸按照特定順序排列組成。唔同嘅排列方式能夠形成數以萬計唔同功能嘅蛋白質，就好似26個英文字母可以組成無數嘅詞語一樣。蛋白質嘅結構可以分為4個層級。首先係1級結構，即係氨基酸排列嘅順序。其次係2級結構，蛋白質鏈因氫鍵作用形成咗 alpha 螺旋或者彼得節板。跟住係3級結構，蛋白質進一步折疊成特定三維形狀。最後係4級結構，由多條蛋白質鏈組合而成，例如血紅素就係典型例子。蛋白質嘅功能十分多樣。首先係酵素功能，大部分酵素都係蛋白質，能夠加速體內嘅化學反應，例如消化酵素分解食物。其次係結構功能，例如膠原蛋白能夠支撐皮膚同骨骼。第三係運輸功能，血液中嘅血紅素負責運送氧氣至全身細胞。此外，抗體能辨識同消滅病原體，屬於重要嘅免疫防禦功能。蛋白質仲參與咗細胞信號傳遞、生長調節同肌肉收縮等等生理活動。由於蛋白質嘅功能同佢嘅三維結構密切相關，一旦蛋白質因高溫、酸鹼而改變，或者其他因素而變性，就可能會失去原有功能。例如雞蛋加熱後蛋白質變性凝固，就係常見例子。總括而言，蛋白質係生命活動嘅主要執行者，從細胞代謝、免疫防禦到身體結構維持，都離唔開蛋白質嘅參與。了解蛋白質嘅結構同功能，
有助於我哋理解生命體點樣運作，亦都係學習生命科學嘅重要基礎。核酸響生命體中負責儲存、傳遞同表達遺傳資訊嘅重要有機分子。所有生物嘅遺傳特徵，例如身高、眼睛顏色、血型同埋某啲疾病傾向，都同核酸中嘅遺傳密碼有關。核酸主要可以分為兩類：去氧核糖核酸同核糖核酸。核酸嘅基本組成單位稱為核苷酸。每個核苷酸由3部分組成，即係磷酸基團、五碳糖同埋含氮鹼基。去氧核糖核酸中嘅含氮鹼基包括咗腺嘌呤、空士嘧啶、繞酚嘌呤同胞嘧啶。核糖核酸就用尿嘧啶取代咗空士嘧啶。去氧核糖核酸最著名嘅結構係雙螺旋結構，兩條核酸鏈透過鹼基配對互相連接，其中腺嘌呤同空士嘧啶配對，繞酚嘌呤同胞嘧啶配對。呢種結構唔單止能穩定咁保存遺傳資訊，亦都可以響細胞分裂時準確複製，使到遺傳特徵傳遞俾下一代。去氧核糖核酸嘅主要功能係儲存遺傳資訊。人體每個細胞內嘅去氧核糖核酸長度大約為2公尺，但係經過高度折疊之後，儲存響細胞核中嘅染色體內。去氧核糖核酸上嘅特定片段稱為基因，每個基因都係攜帶咗製造特定蛋白質嘅指令。核糖核酸負責協助執行去氧核糖核酸中嘅遺傳指令，其中信使核糖核酸負責將基因資訊由細胞核傳送到核糖體。轉運核糖核酸協助運送氨基酸，核糖體核糖核酸則參與蛋白質合成。透過去氧核糖核酸到核糖核酸，再去到蛋白質嘅過程，細胞得以製造各種生命所需嘅蛋白質。現代生物科技大量應用核酸知識，例如 DNA 鑑定、親子測試、基因檢測、癌症診斷、基因治療以至基因編輯技術等等。呢啲技術正逐漸改變咗醫學同人類社會嘅未來。整體嚟講，核酸係生命遺傳系統嘅核心。去氧核糖核酸負責保存生命藍圖，核糖核酸負責執行藍圖內容，而蛋白質就完成各種生命活動。三者緊密合作，共同維持生命嘅延續同發展，因此核酸被譽為生命資訊嘅儲存同傳遞中心。響第2單元，我哋介紹咗生命嘅化學基礎，從原子、分子同生命6大元素開始，了解咗生命物質嘅組成。之後探討咗化學鍵、水嘅特性同酸鹼平衡嘅重要性，並且認識咗4大有機分子，即係碳水化合物、脂質、蛋白質同核酸。呢啲生物分子共同負責能量供應、結構維持、生理調節同埋遺傳資訊傳遞。透過本單元嘅學習，我哋建立咗理解細胞、生理作用同遺傳學嘅化學基礎，為後續嘅生命科學課程奠定咗重要基石。